我希望做一寡代志，会较长辈甲日常生活较有关的吼。所以我去收集一寡资料，讲要甲长辈来分享一寡小撇步。我毋知影这小撇步你已经知影毋知？不过咱慢慢渐渐老啊吼，有当听就袂记，也是无用嘛会袂记。所以咱来看这个小撇步。这边有图有甲咱讲吼，有当时啊，咱嘛要倒这个要食物啊吼，要倒这个客家布吼，咱嘛倒客家布吼，你直安尼吼，放到半工，当拢想袂出来。啊，你嘛甲像下骹安尼，甲小可30度安尼，甲小可转一下，相信你就足容易下来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爬卵，咱嘛卵沙要爬吼。你免遐尼艰苦，一粒一粒伫遐爬。你上简单就是即个卵的顶头甲爬一空，啊，你大粒甲分，伊就练出来吼。嘿，你转去试看觅，看丽华有白讲啊无吼？啊，咱这是简单的甲咱讲，啊，咱即摆搁落吼，咱来看伊要甲咱教啥。啊，你嘛知影真好，咱搁甲复习。啊嘛毋知影，希望伊对你有帮助吼。咱来看这个影片。这个你讲你切面包是毋像安尼，毋对，啊伫后壁面切，就油，啊，过来放下大，安尼嘛毋对，互相交叉，这个才对。啉任何水管，你的吸管安尼下毋对，都爱甲插落迄个空。这袂乌袂走，对无？哦，我看遮侪人你点头，你拢共款吼，有这错。这是耳机，一定要甲洗过耳啊才对。这要倒果汁倒牛奶，安尼倒毋对，喷来喷去，都爱甲颠倒摆倒，足顺的。啊，知影哦？啊，你食茶甲放糖粉，莫安尼酷拉毋对，你着爱前后安尼甲拉才对。这有对你有帮助无？啊，有来，咱搁看看，还阁有过来。要开关啊，开袂开？摕一支刀啊，小可甲撬一下，小可甲撬一下是叫“嘣”一声，安尼是你就会当开。这个共款吼，就讲卖互吸管乱走吼，是爱利用伊迄个揪迄个部分，把吸管下落。过来，你上爱食迄个potato chip， 你无需要甲倒咧碗，安怎做？你着利用迄个茶啊，你后壁甲吐圆。你食到倒位啊，就甲吐到倒位啊，吼，剩哪少甲吐哪圆。啊，安尼真简单，咱拢办单，我爱洗碗，啊，搁一个洗水，吼，足轻松，吼。啊，这复习吼，这共款教你讲，你倒就安尼倒。小洗一下，甲颠倒倒袂使。你要掰蒜头，免安尼用足大力，啊，创开了，你就爱搁一粒一粒去甲掰，掰甲你的手拢全迄个蒜头味，毋免安尼做。安怎做呢？咱来看，伊教咱讲，甲蒜头放伫一个管仔底。当然，这个管仔哪长哪好，哪长效果哪好吼。你甲摇一下，蒜头瓣甲蒜头皮就拢分开。 啊，
非常新奇啊。过来绑 A 段，这是另外一种绑法，像我个人我就定来用这个方法。这是一边甲创起来，这用到一头甲细玲珑来绑。这种绑法有当你是需要顾伊的勇气，所以唔好。所以甲你教讲，你共款，你绑这个下大的时，你共款扭一边，创一个安尼。如果你要洗，摸伫顶头洗倒落，爱伫下骹洗倒起来。安尼时就绑甲调调调，这我试过，有影是真有效。OK， 过来这个，就是讲咱嘛去洗手的时。时常，咱洗手了后，就爱去扭纸来拭手。咱爱扭偌济纸，再甲咱的手拭落干，扭一大枚，吼，啊拭了无够，上尾佫加扭一张来拭落干。所以，甲咱教讲，这个方法唔对。咱洗手了后，就爱甲香13届，我想香10届就有够啦，吼。安尼了，你着用一张纸就会使。你这张纸好好甲拗，拭者，吼，放到你的灶顶边啊。你要洗碗，碗的时，盘伤油的时，你嘛通用迄张纸过来小拭者，再来洗，就会当足方便。所以我看了，我感觉敢像真有利益。我希望对你嘛有真同款有利益，吼。过来，我要甲大家介绍讲，咱定定拢看迄个。讲较歹听，就是较臭爽的，乌巴桑拢挂手链挂伫手，咱感觉足臭爽。啊，其实这个手链有足济功用。比方说，咱定拢甲恁个切一个吼，啊，纤维质的底下甲落来，连你炸出来，连你想要食哪食。啊，所以恁个切开时嘛，一下就变做乌去。所以你恁个切切是用手链甲绑起来，尤其这个大板的吼，甲绑起来，啊，再甲落塑胶袋啊，安尼规工迄恁个拢袂变色。吼，过来，咱嘛读书读到倒一页，会是你橡皮筋甲小可甲揢一下，你着永远袂找无着迄页。啊是讲你伫厝诶，你的杯啊，定若碰来碰去会容易破。你下面甲绑个橡皮筋，伊就有迄个摩擦，伊就不容易破。啊是恁兜真侪人，啊是讲你甲恁先生伫咧，有当伊的杯啊，我的杯啊搞不清楚倒一个伊甲我啉吼。啊，你通常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啊滚在下面。不会摩擦，也可以变色吼。咱坐过啊吼，有当袂记你讲啊，这个我摕了唔对啊啥，所以这款来帮忙。啊，佫会当利用这个橡皮筋创啥哦，这个我想足侪人足爱吼。咱较侪回咱拢足欠的，啊嘛迄落手要洗手，有当一支哇，遮尔济走出来无彩，有教咱一个方法。你嘛甲这个橡皮筋吼，甲绑在那个这个顶头，甲绑伫遮。甲困伫遐，永远留伫遐。安尼是你要治迄个清洁剂出来时，会足歹治啊，安安尼，安你就当控制讲我要落来偌济。所以我相信这个对尤其足欠的老人，咱这台湾人的好美德一定足有帮助。啊，过来这个吼，过来这个足有路用。有当时啊，忽然间咱嘛大箍吼，哎。穿袂落，啊，佫无爱想讲要佫去买衫，暂时用迄橡皮筋甲绑一，嘿嘛足，啊衫扛来拢无人知影，有好无吼？好，啊来，咱佫看一个小短片嘛，是佫教咱橡皮筋到底会当佫创啥吼？你甲咱讲橡皮筋是要来吓人的哦，啊，这个个人教无共款，你开袂开的时要安怎？我教咱用刀啊，这免用刀啊，你甲绑3条橡皮筋。你这瓶盖上面一开就可以，啊，这个足方便的。过来，咱吊衫同款，吊袂掉时，啊，绑着橡皮筋在2个尾巴，走袂去啊，哈。啊，咱要去切水果，迄个菜点噗噗走，吼，有当去切着手，足危险的。伊教你讲用橡皮筋。迄
边仔甲捆者，大条橡皮筋一条就使，细条的咱就按2、3条甲绑做伙。你安尼了后，你这点拢袂走，你就袂去挂着手，吼，迄足在的就对。啊，你扫帚连大家会壁都倒落去，真简单。你咧扫帚柄甲绑橡皮筋，伊拢乖乖啊倒伫遐。啊，这嘛叫实用。啊，这个就是讲你门有当时不小心走了又被它锁起来，吼，你要安那？啊是讲你要搬物啊入去房间，不过你要搁出来，你无手去开门的时，你要安那？你安尼甲做的时，你就人甲入去，人搁出来，拢袂有问题。所以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到遮，你嘛有搁喜欢吼，我会搁收集较侪这款资料，该搁甲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